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啊。咁今次咧，我會講下美國嘅運程啦。咁我就分開咗兩集嚟講啦。咁首先我就會講特朗普上任嘅時間點樣會影響到佢嘅國家嘅運程啊，或者佢自己嘅運勢啦嚇。咁下一集咧就會講關於整體2025至2028嘅美國運程啦嚇。咁咧就喺特朗普上任嘅時間啦，其實咧就係喺當地美國華盛頓嗰時候咧，就2025年1月20號晏晝嘅12點鐘嚇，嗰時仲係龍年嚟嘅。咁如果用六壬辰課去計算嘅話咧，咁呢一課咧就叫反壬課啦嚇。反壬課其實即係反反覆覆傷人破財唔開心嘅嘢必定有嚇，又或者可以講反口覆舌啦，講個唔算數嗰啲都得㗎嚇。咁四課裏邊咧有丑未沖得好犀利喎嚇。咁丑未沖其實咧就解話咧跟鄰居吵架啦。如果譬如話你住喺屋企，咁你可能同你個鄰居吵架，佢個鄰居可能就係墨西哥或者係加拿大啦。咁 which 已經發生咗啦嚇。咁亦都會做啲咩嘢都好啦，會追根究底嚇，錢財運唔好咁樣啦嚇。再加埋咧天后同青龍咧大家喺度打交嚇，咁對金融工作經濟嚟講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咁樣啦嚇。個土氣就好重咯，但係個水咧當日就好弱嚇，咁即係財弱咁解咧，即係經濟咧就係唔多好好動盪嚇。況且咧個財咧亦都係太歲沖太歲，咁所以變咗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嚇。尤其是今年啦嚇，會用好多方法啦嚇，會去攞更多嘅錢啦嚇。但係咧攞到嘅錢，你問我係咪多？咁其實又唔係多嚇。如果睇三轉嚇，三轉咧其實咧就有呢個蛇亥水咁樣啦嚇。咁其實咧呢兩個 signal 咧可以講話咧，即係股票市場咧好動盪上落得好犀利嚇。水又冇力啦嚇，錢財經濟咧唔係又特別好啦。加埋個丁辰啦，丁辰亦都可以解話好多動盪車有好多人妖言惑眾或者可能啲人喺裏邊度講呢啲講嗰啲咁樣嚇。咁所以咧其實咧第一可以大家諗到就係即係 Tesla 啦，可能佢股價會有少少波動啦嚇。第二咧就係中轉啦嚇，咁就講呢個丑未沖啦嚇。丑未沖咁亦都可能講話6、7月嗰陣時候咧有機會金融事業咧就比較動盪一啲，可能股票市場又有另一次上上落落嘅影響，好大都未定嚇。再加埋咧嗰個係個兄弟爻啦，咁兄弟爻咧會講緊乜嘢咧？就可能佢俾啲盟友玩翻佢轉頭，因為咧兄弟爻一重嘅話咧，其實就會嚟劫財咁解，即係你想攞人哋嘢，但係你攞唔到不特止，你仲俾人攞翻你轉頭添嚇。好啦，再去到末轉啦。咁末轉咧就有個天后喺度啊。咁天后其實咧同第二個中轉嗰時候咧會有一個大家衝突喺度咁樣啦。咧佢亦都講話都係一個兄弟爻啦，即係大家都可能唔係好 like 大家。甚至咧個丑土嗰度咧個丑土其實可以講話係美國最大嘅敵人係中國啦嚇。俾佢可能分咗嚿豬肉都未定啦嚇。但係亦都同時咧可能咧對一啲女人嘅化妝品水果女人用品飲品製衣嗰啲類型嘅物品可能徵收更加重嘅關稅，或者可能係呢幾個範疇裏邊呢個幾個 sector 裏邊咧嗰個重創率比較高少少係。咁咧就咁講到最後咧，咁講銀紙啦，定係日本 yen 啦，喺裏邊呢一課裏邊咧就講緊話日本 yen 會升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年頭嗰時候都已經有同一啲人講過，就話 yen 會升㗎啦嚇。不過嗰日係一個私人嘅即係講座裏邊啦嚇。人民幣都有機會會升啦嚇。但係咧美金咧就有機會會跌都未定啦嚇。如果大家揸住一啲美國個國債咧，咁就可能咧要小心少啦嚇。如果譬如我哋用呢個奇門遁甲嚟睇啦，奇門遁甲嚟睇咧就係話當日特朗普上任嗰陣時候咧，佢係太歲克佢嘅係。太歲克你即係冇運行咁解，咁即係佢嗰日開工嚇。開工其實可能唔係一個咁好嘅時間啦嚇。亦都見到一個咧空格啦，咁就沒有資金啦，或者咧將啲資金咧會調嚟調去喐嚟喐去啦嚇。即係講緊係美國嘅資金啦嚇，亦説咧這一個咧即係總統掌權不久會俾人哋去翻查佢啲嘢亦都有機會俾女人害都未頂嚇。
咁咧講咧就話Donald Trump 啦嚇，咁啊做啲咩都好啦，有少少百事無成啊嚇，好嚴重嘅是非啊，俾人講得好犀利啦嚇，做什麼都係枉費心機啊，時好時壞啊嚇，影響盟友嘅關係添。咁啊，其實最主要咧就今年咧，咁佢一上任嘅時候咧，咁就喺呢個未來嘅日子啊嚇，就係話農曆5月啊嚇，咁就可能股票市場啊嚇比較動盪一啲啊嚇，咁啊另外農曆6月7月或者可能係西歷6月7月都未定啊嚇，咁咧就Tesla 咧可能會出現咗啲問題啊嚇，或者可能股價會下調啊嚇，甚至或者股票嗰個表現唔係咁好啊，賣車個數量唔係咁 OK 啊嚇，影響咗個股價。咁啊，去到咧農曆9月10月啊，或者可能係西歷嘅9月10月啊嚇，咁咧就係嗰個 iPhone 啊嚇，咁啊 iPhone 咧可能有機會個版面啊嚇，嗰個版面有問題出現啦嚇，又或者可能係啲電線裏邊嘅嘢咧嚇，金屬嘅物質啦嚇，喺裏邊咧可能出現咗一啲問題都未定啊嚇，又或者可能咧個數量可以喺市場賣到個數量咧只得一半嚇，賣唔到咁多嚇，出貨有問題都未定啊嚇。咁除咗嗰日太歲即係黑Donald Trump 之外啦嚇，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個天時地利人和啦嚇。咁啊今年啊講緊係2025年啦嚇。依然會爭鬥不停啦，一樣係有貿易戰打啦嚇。咁啊，頭先其實錄音嗰度亦都講過啦，咁啊可能去到最尾9月嗰個季度啦嚇，有機會嗰啲女人物品啊、家紋啊，亦都係俾人哋徵收好重嘅關稅，咁啊搞到好大件事，好麻煩咁樣啦嚇。咁啊個天時亦都講話咧動盪多啦嚇，咁長有長打喎，即係大家都可能預咗有機會咧佢好麻煩啦嚇，呢個人野心好大啦嚇，甚至咧佢講話佢又有精神病冇得醫呢樣嘢係。咁合作上啦嚇，合約上面咧講過有啲嘢咧可能好反覆啊，又唔算數啊，又要再改過都未定啦嚇。百事不順啊，合作者啊會有多爭拗啊，甚至有啲人咧會唔聽佢講咁樣啦嚇。咁如果我哋用金口訣去計嘅話咧，咁佢就話咧財動啊嚇，財動咧就會有損失嘅情況出現啦，甚至難以挽回啊嚇。兄弟破財啊，兄弟有時可能講係佢嘅內閣成員啊嚇，幫唔到佢手啊，大家唔 like 大家嚇。佢又中意做大佬啊，佢脾氣唔好，佢野心好大啊嚇。與人寡合啊嚇，但係咧又做唔到啲咩出嚟啊嚇，得個講字，全部都忽上忽落咁樣啦嚇。最壞一樣嘢咧就係咧唔得市民嘅歡心啊嚇，有機會減一半啊嚇。咁佢嘅支持率咧已經喺新聞度講啦，就係已經比佢當選嗰日咧已經係跌破咗啦，已經係冇以前咁高啦嚇。呢啲嘅少少資訊啦嚇，希望可以俾大家知道下啦，一個開工日子其實都幾重要嘅，真係嚇。下一集咧就會講美國嘅2025至2028嘅運程，咁希望大家繼續收睇啊，多謝。如果大家喜歡我做嘅玄學預測、玄學節目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啊，Master John Choi，多謝晒大家。